我與人生高低起跌，憑住堅強信念，不屈不撓，再創光輝。當你高嘅時候，不要自以為是；當你低嘅時候，亦都不需要灰心失望，因為冇低你唔會感覺到咩叫高嘅。星期六奇力量，我的光輝歲月，鄧萃雯分享光輝背後逆境求存。奇力量，盧世昌、任嘉敏，星期六上晝10點到1點，香港電台第5台播出。好啦，咪聽過曲獅子山下之後咧，時間嚟到11點26分咯噃，嘉敏。係啊，好啦，快快脆脆咧，我哋又要聽我的光輝歲月。快快脆脆嚇，因為爭取時間啊嘛，咁啊呢一輯嘅嘉賓有鄧萃雯。回憶昔日奮鬥時刻，分享人生光輝片段。我的光輝歲月。鄧萃雯85年畢業於無線電視藝員進修班，第一部電視劇《薛仁貴征東》已經擔正女主角，從此平步青雲，發展順利。90年代初期，曾經放下幕前演出，前往美國進修，計劃離開演藝界，另創出路。不過，當佢學成回港，加入亞洲電視，有機會演出多部以女性為主導嘅電視劇，好似《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再見艷陽天》等等，演技得到肯定，令佢對演藝工作重添自信，名利雙收。可惜受傳聞所累，事業跌至谷底，加上金融風暴、投資物業失利，成為負資產一族，經歷人生與事業嘅冰河時期。2000年，鄧萃雯重返無線電視，喺多部電視劇擔演配角之後，終於喺2003年憑《Loving You 我愛你》嘅不同角色，喚回觀眾對佢嘅注意。隨劇集《金枝玉葉》如飛一角，演技大獲好評，連續2年獲頒電視台嘅實力非凡女藝員獎，演出多部電視劇都係叫好叫座。但係要數鄧萃雯喺事業上嘅光輝歲月，就以09年嘅《巾幗梟雄》以及10年嘅《義海豪情》，佢憑劇中嘅角色，連續2年奪得電視頒獎禮嘅最佳女主角視后殊榮。繼而鄧萃雯接拍內地劇集同埋電影，仲憑《新還珠格格》嘅皇后一角，奪得華鼎獎最佳女配角獎，事業與人生續創高峰。我啲光輝歲月咧，世昌請嚟呢位就係幾料視后我都唔計啦。總之即係獲獎無數嘅一位喺演藝界嘅老友記，鄧萃雯，雯女你好。你好，多謝多謝，好朋友。雯女係咩都唔問啦，就問光輝歲月先啦。你第一個光輝歲月會唔會係由你嘅演藝工作開始咧？都係嘅。因為即係入行之前都冇咩叻，即係我諗以前讀書咧最叻，因為反而係運動喎。哦，睇唔出喎。可能就係因為讀書唔係好叻，所以就比較活躍啲嘅。係。咁所以就運動叻咯，咁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叫光輝歲月嘅。我哋認識鄧萃雯當然係由你入咗娛樂圈開始啦嚇，因為你第一部戲咧就已經做女主角喺電視台方面嚇，呢個薛仁貴征東啊征西啊，你記唔記得？征東係啦，咁啊已經係做女主角啦，跟住連續喺電視台嗰幾年咧，每一套戲都擔正同埋好重要嘅角色，甚至咧我記得有套戲咧又係嘅《倚天屠龍記》。做周芷若第一女主角嚇，咁亦都令到當時咧好多朋友就讚賞阿雯女嘅古裝扮相又靚啊，又話你話咩最佳古裝造型啊咁樣樣。我自己認為咧，你第一個光輝歲月係喺你事業上開始咯。應該係㗎，因為我進修班一畢業咧，其實即係好彩啦，冇做過閒角，就揀咗出嚟做薛仁貴征東啦，做主角。咁對我嚟講，其實都幾意外。咁我亦都覺得即係超幸運。咁我冇諗過成績好唔好，我已經覺得好光輝嘅，因為你知啦，即係 TVB 係你一個籍籍無名嘅人，你一夜之間就全香港人都識你。咁對一個普通人嚟講，呢個就係覺得好光輝咯。同埋你睇翻80幾年嘅時候，都係 TVB 啲劇集嘅黃金時段嚟㗎嘛，即係好多阿哥阿姐咁啊，當時係咪？秋官啊、汪阿姐啊、趙雅芝啊，全部劉松仁啊，都係嗰段時間。但係你作為一個新人啊，一出道
第一女主角嚇。好厲害其實，所以我哋認識啊鄧萃雯嗰時都覺得，咦咁犀利嘅，一出道就可以做女主角嘅。呢啲係天時地利人和嚟嘅，我覺得同我係冇乜關係嘅。呢個係即係幸運之神啱啱落喺我身上嘅啫。係咁，但係時至今時今日喺文女嘅演藝過程裏邊咧，我發覺無時無刻都有着不同嘅光輝歲月嚇。再遠啲就唔講啦。近呢幾年啊，拍咗好多套令人印象深刻嘅電視劇啊，包括《金枝玉葉》啦嚇，包括《義海豪情》啦，係啊，巾幗梟雄啦，呢幾套戲嚇都非常之收得，同埋亦都令到你咧獲獎無數。當然，其實嗰啲咩女人唔易做啊，一樣做得好好，甚至以前其實我好中意《Loving You》，我愛你㗎。係啦，喺另外一個台又做過《再見豔陽天》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啊，甚至你講《Loving You》啊嚇，好多部戲啊。其實喺演藝工作嚟講，我覺得你都幾順利喎。順利嘅時間係比較多嘅。倒霉嘅時間都有，即係我覺得人一定係有高有低㗎啦，所以有時順有時唔順係正常嘅。即係我就唔係咁貪心，我覺得因為我一開始係順利，所以條路其實就係短過人好多咯。有好多人可能真係爬好耐先去到一線，我就唔需要呢個過程，咁所以我冇咩可以仲怨唔好㗎啦。咁中間會有一啲跌翻落嚟嘅，一定㗎啦，因為我一嚟去到嗰個位已經咁高啦，係啦，所以係正常嘅。嗱。所以我哋就唔會逐個獎去同阿雯雯講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都要問一問，到今時今日嚟講，喺呢個工作呢個行業獲獎無數啦已經嚇，自己有咩感受咧？會唔會覺得係好似喂真係鄧萃雯嘅演技嚇俾觀眾認同啦嚇，或者係肯定啊咁樣咧？其實我咧就幾好嘅，有一樣嘢，我個自信心幾強勁嘅，咁我就真係從來唔會覺得冇獎咧就等於我渣嘅，因為我好用心，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對自己所付出嘅或者做咗出嚟嘅成績係有所交代㗎啦。因為其實如果你講我入咗行咁耐，去到先幾年先至攞獎嘅話咧，咁我其實係咪應該心心不忿咗好耐咧？我哋會唔會遲咧？咁係嘛？會唔會太過遲咧？係。你話我以前有冇覺得哇，我都做得幾好啊？點解獎項從來都同我冇關係嘅咧？我又冇咁諗㗎啦。我記得我喺91年去美國讀書嘅時候，其實喺娛樂圈頭嗰7年時間，我已經諗得幾清楚。我唔會去同人比較，唔會去妒忌人，因為人哋做到嘅嘢我做唔到，我做到嘅嘢人哋做唔到，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天時地利人和，有佢嘅唔同嘅際遇，咁所以獎項從來都唔係我肯定自己同否定自己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你做戲目標係為咗乜嘢咧？係中意做戲，係啦，為咗我真係好中意做戲，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好孤單啊，又可以話就同大人住，冇細路哥，即係我係冇玩具玩，唔係睇卡通片大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好細個就投入咗戲劇世界，成年人嗰個世界，咁所以好嘅演員咧係俾我有好多感受，即係我好容易就會入咗一個戲度，入咗一個角色度，由細開始當咗自己係嗰個劇中人，由細開始已經係一個咁樣幻想力咁強勁嘅小朋友。咁所以演員喺我心目中係一樣好勁嘅嘢嚟嘅，即係佢可以帶咗一個人去另外一個世界，即係或者可以話，當我細個嘅時候，我想脫離我嗰個現實啦，可能我覺得唔快樂啦，咁我就全憑好嘅演員可以咁做，咁所以喺我心目中幾神聖嘅，做一個好嘅演員。所以呢樣嘢我唔會用好多好世俗或者好膚淺嘅嘢去框住作為一個演員點樣就為之勁咯，因為我有我自己對演員嗰個衡量嗰個 standard， 呢個係一個好執着從細嘅情意結嚟嘅。情無限，卻可惜相隔萬重山，情未冷又在我心往返，人何在那相思裏夢魂間，留下我空像夢，獨自憑欄。就算世間百般變幻，不計漸老紅顏，休說冷清歲月
心知，歷遍風霜雪去未返，無恨怨，只盼望塞愛人還。嗱，聽過鄧萃雯講咗一啲心底話啦，呢啲真係大家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從來都冇機會知道嘅。多謝阿雯女先啦，我都係第一次剖析自己，繼續剖析下，唔緊要，西窗樂於聽啊！嗱，反為咧喺你頭先講開話7年喺呢個電視台方面咧，都屬於叫做幾順利嘅一個工作嚇，又唔使去爭啲乜嘢，但係好多嘅機會就落喺你嘅身上，亦都套套戲都幾乎係女主角啊，擔正啊，亦都好受歡迎啊。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喺呢個高峰嘅期間，即係事業第一個高峰期間咧，你就毅然離開咗，去咗外國讀書。咁其實係咪你自己仲有一啲理想或者目標要追求嘅咧？我因為自細咧就已經係一個老人精嚟嘅，因為乜嘢都係要自己同自己打算，咁所以就諗好多嘅，計劃好多嘅。我決定去讀書之前咧，其實我係感受同埋我觀察到娛樂圈俾我嘅感覺唔係咁安全、咁穩陣，同埋咁適合自己嘅性格嘅。我都係一個幾堅定，知道自己性格都唔會變化得好大嘅，即係我唔會因為嗰個娛樂圈係需要呢啲嘢，而我唔想我自己變晒咁樣去遷就佢哋嚇，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幾唔安全。我會分析到自己得寵。喺公司簽咗幾年約，你係主角咁咪一路有好多戲拍咯，你咪會一路好紅咯。係啦。咁但係你一離開呢個公司，或者你一唔得寵咧，其實你什麼都不是。咁我覺得好唔安全。咁所以出咗嚟做嘢之後咧，好明顯我自己感受到書到用時方恨少，而的而且確我讀書嘅時候又係唔叻嘅，唔勤力嘅，可能係因為冇興趣讀書咯。我其實另外一個想法係想俾自己多一個逃生嘅機會，多個選擇，可以離開呢一行，我都仲可以有辦法生存到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仲有呢一個膽量咧，我就試下離開，我再去讀書。好奇怪㗎嚇，即係讀完書啦，翻嚟又係入翻呢個圈㗎喎。其實人生嘅路咧，我而家真係好深感受到係計劃係需要有，你有你計劃。佢有佢帶你點行，即係唔係你 plan 好咗嘅嘢咧，就一定係咁樣發生。即係你只可以跟從你嘅計劃努力啦，一步一步啦。但係因為世事會變㗎嘛，好多處境啊，好多際遇會變。喺我離開嘅時候，當時其實都有啲驕傲或者有啲不忿氣嘅。即係雖然你哋外人睇落去覺得，哇，你已經好好啦，做咗咁多年主角。咁但係喺我嘅心底，我都話我對作為一個演員咧係有好高嘅要求。咁但係我覺得好似我拍嗰啲嘢唔係我細個睇嗰啲嘢咁高質素嘅咁嘅喎。咁唔關你事喎，可能係啲監製導演事。咁咪就係際遇咯，人就係咁嘅，自己食緊嗰樣啦，望住人哋覺得自己嗰嚿會唔會唔夠人哋嗰嚿好味咧？係啦，所以我有陣時又會成日望住啊！如果佢嗰啲角色俾我做，我一定做得更加好。咁你就成日都有呢一個覺得心心不忿，點解會落喺佢手唔落喺我手嘅咧？咁我又知道我人際關係又麻麻地，咁我成日覺得我就真係即係龜兔賽跑，我係一隻龜嚟嘅。即係離開呢個行業去讀書嘅時候，我係有帶住一啲咁嘅心情嘅，即係覺得唉算把啦，不如我俾多一個機會自己可以做第二樣嘢啦。咁但係到我翻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唔係諗住再喺呢行度大展宏圖㗎，我只係諗住賺翻多少少錢，因為啲學費都好貴嘅，喺紐約讀書。都用咗一筆啦，係嘛？咁跟住你又知道，即使你大學畢業，其實你由大學啱啱開始出嚟做嘢，揾嘅錢好少。咁所以我諗下，我不如揾多幾年錢，跟住就直接移民。再去繼續讀啦，咁我覺得咁樣應該係最適合我嘅未來咁。同埋係咪因為仲有合約未完成咧嚇？都差唔多完成啦，因為我中途其實一路都暑假、聖誕都有 part time 咁拍嘅，因為我係自己供自己，即係所有嘢都係要靠我自己嘛。咁我嗰個不安全感又嚟啦，即係覺得係啦，都係要揾翻少少本，咁跟住先至可以全身而退離開呢個行業，因為
當你係一個賺開，譬如你拍部頭賺開一嚿錢，一個 project，但係跟住你知道將來出嚟做嘢就係月薪，又由低做起。咁其實係相距好遠嘅嗰個經濟收入，咁所以嗰陣時我其實係諗住咁翻嚟拍多幾年戲2-3年啦，咁就移民再繼續讀噶啦。咁但係翻到嚟嗰幾年咧，你冇野心，冇諗住再喺呢行要做啲咩嘅時候咧，正正好多好嘅劇本就落喺你手啦。正正我自己喺嗰幾年裏邊，因為亦都開咗竅，對好多即係藝術上面啊，對自己嘅個性啊，又平和咗好多，冇再帶有嗰種不忿，同埋冇驕傲啦。好多朋友講咧，喺呢個圈做下咧，本來以前好多叫稜角咧，做下就會磨圓咗噶，會唔會都係同呢個有關呢？又唔關事，我覺得我性格上咧，仍然係有稜角嘅，我甚至有啲喜歡自己有稜角添。不過我覺得反而係我對戲劇嗰個價值改觀咗。我以前即係咪太容易得到，所以就好自以為是，同埋覺得自己好多嘢好叻，係你哋未發掘到我，或者我未得到機會。但係當我去咗讀幾年書之後咧，我睇到自己嘅不足，因為我去讀嗰日都係藝術學校，即係睇到人哋真係好熱愛一個藝術工作嗰種不問收穫嘅付出，咁相比之下，我就覺得自己好膚淺，即係零分啊！翻到嚟我心態唔同咗咧，咁喺個工作嗰個投入程度同埋你唔計得失嗰樣嘢咧，我覺得嗰個態度就啱啦，即係反而係俾咗一個好大嘅收穫，所以成件事唔同晒。前望我不愛到懷舊，名利我可以輕放手，是我的雖失去他日總會有，不慣全力尋求，難辨你的愛真與否。緣盡我可以輕放手，若你的心想變怎樣都會變，想要流仍難流，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像要經過春與秋，內心也經過喜與憂，讓我一生擁有輕鬆節奏，心裏無欲無求。像要經過春與秋，內心也經過喜與憂，讓我一生擁有輕鬆
完全咧明白阿文女咧鄧萃雯咧講到咧，即係當年點解毅然啊，即係放棄嗰個光輝嘅事業嚇，就去咗讀書，為咗保障自己啦，當然啦，一來啦，二來咧佢嘅目標亦都係有另外一啲嘅計劃嚇。咁但係人生往往就好奇妙嘅，當你要嘅時候未必有得俾你，當你話我唔想要嘅時候咧，機會就好多喺你身邊。正如我之前都問過你話。雖然讀完書啫，不過翻嚟係入翻娛樂圈喎，甚至咧做完無線啊，去咗做亞視喎嚇。係。咁喺亞視嗰1、2年間咧，拍咗有幾套劇啦嚇，其中亦都令到我哋好深印象，譬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啦，再見豔陽天啦嚇。其實嗰陣時咧，應該可以話係我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好光輝嘅時候，繼續光輝啊！係啦，所以你話我頭嗰7年都好光輝咧，喺我心目中未算嘅。我真係覺得我好運氣，喺個起步。咁但係真係去到讀完書翻 TVB 拍咗幾個好嘅劇本，演出咗幾個好嘅角色之後，咁亞視就刮角，真係叫我過去孭飛做幾個女人戲，嗰個咧就可以話真係。確認咗我對我自己嗰個能力啦，即係我不嬲都覺得我係應該可以咁樣。其實我嗰陣時我係未試過孭飛做一個，譬如好似嗰套戲叫西施啊，叫楊貴妃啊，咁你真係以佢為主嘅，咁就冇啦。咁去到 ATV 咧，雖然都唔係完全一個人孭飛，但係起碼我知道佢係重視你做一個好 main 嘅 cast， 即重點喺呢幾個女主角身上。係啦，甚至你係最重戲嘅。係。咁我覺得咁樣對我嚟講就係一個我對我自己價值嘅肯定咯。亦都好高薪。係好高薪挖角，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價值嘅肯定，係咪？即係我覺得有陣時誠意嘅嘢，你要幾方面配合先至係真係誠意嚟嘅。嗰時亦都正中下懷啊嘛，我係諗住翻嚟儲錢，跟住再去讀書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時候其實係我即係進入去穩定同埋收成期咯，就真係我自己覺得嘅光輝歲月。但係相反，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哇！離開咗收視最高嗰個電視台咧，其實係冒險。不過我從來都唔會咁諗，所以我就話我係比較唔同其他人嘅諗法嘅。嗰幾套戲都好似令到另一個電視台啦，即係你以前工作嘅電視台，即係無線啦嚇，都受到威脅㗎喎，係咪？呢個係咪自己都覺得都幾驕傲嘅咧嚇？其實我又冇咁諗嘅，因為我自己係強台出身噶嘛，喺呢度大噶嘛。咁我有陣時真係覺得，唉，側邊嗰個台永遠都唔夠打，咁你冇比較啊，你冇得比較就冇得進步。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係睇麗的電視同無線電視咧一齊睇嘅，好勁噶，甚至我屋企人係好多時揀睇麗的電視㗎，咩大地恩情啊，嗰個劇集最長嘅時候，係啊，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叮當碼頭。係啦，即係各人嘅戲種都有佢嘅強嘅地方。其實我係好希望喺我自己入咗行之後，都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咁樣咧就大家都會更加用心做更好嘅作品，咁樣鬥，即係一個良性競爭係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有呢一個潛意識同埋呢個使命感喺度。即係如果用得着我做呢件事嘅話咧，我係願意做呢一 part 嘅，咁所以我自己即係反而唔係驕傲咯，即係我會覺得喂，如果我哋去咗第二個台做咗一啲好嘅作品，而係令強台突然間覺得有威脅，我哋都係要出多啲力對打嘅，咁我係覺得哇，做咗一件好事，大家互相進步咯，變咗可以嚇，咁但係事實上。真係做到喎！你係啊，所以嗰陣時係好開心㗎，但係即係唯一係只覺得可惜嘅就係唔能夠維持後勁不繼。係啦，ATV 好多時都係後勁不繼。嗱，咁啊離開 ATV 之後咧，我就發覺咧有一段時間好似係鄧萃雯嘅真空期，又冇喺 ATV，又冇喺 TVB。咁其實嗰段時間你何去何從咧？應該係98年之後係啦，冇錯冇錯，至到2000年左右嚇。嗰段時間咧，其實我就擱置咗唔會翻去讀書噶啦，因為都話係我最光輝啦。我自己覺得開始有好多好劇本，甚至開始初步有一啲國內嘅劇本，咁同埋自己又賺咗一筆錢。咁嗰時候其實有好，亦都有苦嘅。我又記得當時我係受咗一個傳媒嘅打擊嘅，好不禮貌地影咗一啲我覺得同非禮冇乜分別嘅相。咁我就好失望嘅對香港嘅傳媒，就唔係好想留喺香港。咁第二嗰陣時 TVB 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容許你哋佢認為嘅叛將離開咗嘅，係啦。咁我亦都好想嘗試下去下唔
同嘅地方，即係因為自己嘅眼界開咗，咁我都想去睇下台灣啊，去下第二啲地方嘅發展究竟係點樣。咁所以嗰陣時亦都想唞一唞，係因為拍 TVB 就 keep 住長期都一路不停咁開工啦，咁就都辛苦啦。拍 ATV 嗰段時間其實都好辛苦趕嘅係咪啊？香港嘅電視劇就係咁噶啦，即係我一拍咗成200集 ATV 喎，尤其是再見豔陽天，佢係100幾集咁，咁所以其實喺個體力上面咧，其實都想唞下，想俾自己又唞下，又嘆下，享受下成果，咁即係唔使成日都好擔心咁啊，未夠錢啊，未夠錢養家咁樣，真係客氣啊！咁真係㗎，真係㗎。喺嗰個時候先係第一次覺得啊，真係鬆動啲啦！而家我可以諗下買大啲屋啊，各樣呢啲嘢啦。咁所以嗰段時間就好似覺得我冇咁搏殺，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就好似離開咗香港咁樣咯。同埋嗰個時間，如果你話去到97年、98年呢，係我最風光嘅時候，亦都係我跌得最低嘅時候。成名係咁嘅，好多時咧成名係要付出代價，但係嗰個代價咧就對阿文文咧，即係文女咧個影響實在太深嚇，即係令到佢一度，我諗你可能都曾經諗過會唔會退出呢個圈呢？冇得退出住啊，因為嗰陣時係經歷咗全香港人一齊要經歷嘅金融風暴，咁所以又未能夠退出過。本來儲埋一筆，本來儲埋一筆就零不特止啦，仲負添啦。咁所以你又會知道娛樂圈有一個點解成日都咁吸引嘅地方，當你需要還錢嘅時候咧，你打一份普通工咧，點都唔夠娛樂圈快嘅。係，即係揾錢。係因為你嘅月薪啊嘛，但係娛樂圈如果你好勤力嘅話咧，你起碼去下唱歌啊，試一個個 project 咁樣，係啦，你點都快過喺佢一嚿錢一嚿錢咁揾翻嚟㗎嘛嚇。不過我頭先正想講就話咧，都唔緊要嚇，雖然係經歷呢個金融風暴啊，但係你拍咗再見豔陽天，所以其後咧嘅事業真係再見豔陽天啊！係可以係咁講。誰陪伴我風雨中強步，時常望你會飄高，為何讓我一旦於眼前，又怕消失最美好？原來愉快竟似煙與霧，難留意去更失措，仍沿着我心意走我路，沒有一天願停步，孤身走不見路，火燒心風似刀，無後悔心中傷了再遇，走錯冤枉的路，幾番苦苦掙扎，又再跌倒，還餘剩一口不計氣力，都會多走一步，走出天意既定的命途。似煙與霧，難留意去更失措，仍沿着我路，沒有一天願停步，孤身走不見路，火燒心風似刀，再跌倒，還餘剩一口不計氣力，都會多
終可以靠豔陽懷聽取你嘅聲音，重視你嘅意見。人最緊要學會珍惜，珍惜時間，珍惜所愛，珍惜擁有，最重要係珍惜自己。其力量，盧世昌、任嘉敏，星期六上晝10點到1點，香港電台第5台播出。得閒咧加翻多一句先，嘉敏嚇，乜嘢仲嘢咧要珍惜時間嚇。哦，係啊。咁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咩？剛剛聽過阿文即係文女啦嚇，喺我啲光輝歲裏邊咧講咗佢入行啊，喺呢個80幾年嘅時候入行嘅，1985年入行嘅啦已經嚇，咁啊講咗佢一部分啦嚇，咁就亦都聽咗幾首歌，包括咧有佢第一套電視劇《薛仁貴征東》嘅主題曲《兩地情》啦，咁同埋佢後來嘅心路歷程改變咗，一切都覺得即係隨遇而安平常心。咁啊睇下隨上曲，同埋佢有一套電視劇《再見豔陽天》嘅主題曲《豔陽》之後咧，嗱呢一輯嘅我哋光輝歲文文即係就播完啦嚇，鄧萃雯。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有第二輯嘅噃嚇。係啊，唔夠喉可以再聽啊。夠喉係嘛？你估食嘢咩唔夠喉啊？嗱，對於我